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是诈骗的新步数。警察讲，因绝对未要求民众实信通话，更加未用实信来做笔录，乡亲唔通互骗去。 视频当中，这个查甫后壁写刑事局穿警察制服，搁摕证件，秘书是正办的警察。一个小姐先接到假影金管会人员的电话，讲伊资料防偷用，申请银行网络口座，出现几大条怪奇的交易，需要确认。若是诈骗口座，有可能会冻结，爱报警。接落来，对方就接到自称警察的人开视讯报案功能，不过过程中，互当事人感觉无对同，了后直接挂掉，无防骗去。 因为我只要一挂断，他就一直不断打电话来，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就是一边的电话反查，然后我后来就是反查到之后，然后因为我中间跟他耗了有点久，然后就开始比较露出那种小姐你到底你喝啊不会什么的，然后后来发现不对，这就是诈骗。好佳在当事人有警觉无防骗，不过详细看对方提供的警察证件，服务机关敢若写高雄市警察局级别是刑事警员，不过来看这办的警察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。 啊，阁有级别警务员，拢甲假证件完全无相像，下骹阁有灯光印。在网络当中，假检警有提供公文或者是识别证，那绝对是诈骗。警察袂甲民众用视讯讲电话，也是视讯来做笔录。警察局的标榜，嘛有可能是用 AI 生成的，大家都要注意。诈骗集团为着骗人，出头是有够济。也若警方嘛提醒，最近阁有人假影破获1万的名义，传恶意连接的简讯来骗个人的资料，提醒大家都唔通互骗去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